台南市北区振兴里发展协会周一到周五每天在活动中心都有安排精彩的课程，提供社区民众参加。这天的活动刚好是歌唱班练唱时间，社区的大姐们展现歌艺，互相联络感情。一曲过后，重要的宣导不能忘记。学员大家好非常开心今天是我们歌唱班练唱的时间。那在这个课程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宣导一下，我们现在宣导什么？叫做手机的诈骗讯息。会在活动中加入反诈骗宣导，其实是因为不时会有长辈在社区群组内分享了错误的讯息。为了协助长辈远离假消息，振兴里发展协会总干事侯美惠特别在课程中加强宣导，并教导大家可以多加利用美玉仪这个软体协助查证。除了说是反诈骗以外，那我们还有其他一些医疗的宣导，还有政府政令的宣导。那在反诈骗的这一块呢，除了时时刻刻的宣导给长辈以外，那我们像赖的讯息这方面，我们也有一个那个什么推举反诈骗的机器人。应该我想有的群组里面应该有这一号人物，然后大家如果不陌生的话，都知道她叫做美玉阿姨。对，那他如果有遇到那个诈骗的讯息的话，他就会直接跳出，然后就会告诉你说，这个讯息应该是有一点点不是非真实的讯息，那你可能要再查证，甚至他有时候后面他也会提供你针对你收到的这一则讯息，他所推出的那个什么真实性。对，然后除了美玉仪以外，其他的查证 App 软体还有 MyGoPen、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真的假的以及趋势科技防诈达人等，也都能用来查证讯息的真假。除此之外，中嘉宽屏媒体识读团队也有规划相关的课程，完全免费到各社区与民众分享媒体识读的小撇步。欢迎有兴趣的社区与团体都可以向双子星3冠网有线电视报名。记者张秀维，台南报道。